主后2025年8月初10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人生两难，上主掌权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撒母耳记上卷29章第19节。现代台语版圣经撒母耳记上卷第29章。非利士人调集因所有军队到阿弗。以色列人伫亚述列的水泉边扎营，非利士人的首领带兵出阵，有的带100人，有的带1000人。大卫甲伊的部下以及亚吉王行伫后面。非利士人的将领讲：这希伯来人伫遮创啥？亚吉王甲非利士人的将领讲：这人是以色列王扫罗的将领大卫。伊已经甲我带年外，对伊来投降到今仔日，我毋捌看到伊有犯甚物过失。非利士人的将领对亚吉生气，甲伊讲：互这个人倒去你甲伊安置的所在，毋通互伊甲咱出去交战，则免伊伫交战的时变做咱的对敌。伊要用甚物恢复伊的主人对伊的信任？敢毋是咱遮人会头壳？以前以色列人跳舞的时，有人唱，有人吟，讲扫罗开始清清，大卫开始慢慢。因所讲的，敢毋是即个大卫？亚吉叫大卫来，甲伊讲：我记永活的上主咒诅，你是诚实的人，你伫我的军队，互我真满意。因为对你来遮到今仔日，我毋捌看到你有甚物失措，毋过其他的首领无介意你。等你平安转去，则免遮个首领无欢喜你的所做。大卫对亚吉讲：我有做甚物代志？对我来你遮到今仔日，你伫你奴仆的身上有看到甚物代志？互你的奴仆袂当甲王我的主的对敌交战。亚吉应讲：我知，我看你亲像上帝使者遐尼好，毋过非利士人的将领无爱你甲阮斗阵去交战，所以明仔载天一个光，你着带所有离开扫罗，缀你来我遮的人离开。过早起。大卫甲缀伊的人透早就出发，倒去非利士人的地。上时，非利士人向亚述列进军。人生两难，上主掌权。人生常常面临两难的选择，无论选择倒一边，总是有得有失。咱家己掠做是会选择看袂输。通为家己带来成就，也是利益，实际上却也可能带来无法度弥补的遗憾。中国出名的经济学家林毅夫，原名林正义，伊也是台湾出名的band道投降军官。林毅夫出身宜兰，大学1年级上学期结束了后，赴成功岭寒训的时，决定投笔从戎。1979年2月，伊成做金门防卫司令部马山连连长，驻守伫距离中国解放军据点甲树共大约2公里的马山。上年5月，伊决定放某放囝，带着军职证明和相关资料，受水去厦门投奔中国。林毅夫到中国了后，连转各地，最后就读北京大学。1980年，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·威廉·舒兹到北京大学演讲，校方派林毅夫为演讲翻译，受舒兹青睐，因为安尼获得推荐到美国
七甲个大学疆土博士，真侪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和成功归国的经济学家。虽然林毅夫到今伫中国有卓越的成就和地位，但是终身无法度弥补的遗憾，就是袂当伫老爸临终以前见最后一面。甚至老爸过身以后，伊担心家己还有通敌、通缉的身份，即个罪上重通判死刑，因为惊受掠，只好放弃回台为老爸送终。政治选边徛，若选毋到位置，会为家己带来危机。特别投喷菲律宾人，带点伫洗劫啊期间，为着保护犹太地区，私底下坐一遍攻打甲菲律宾人关系友好的城邑，却阿吉王讲白贼是去攻打犹太地区。代表赢得阿吉王的信任，任命伊做终身的侍卫，佮甲伊的小军队纳入伫菲律宾人的军队中间。这互代表面临必须甲菲律宾人并肩作战，对抗索罗所带领的以色列军队的强局。所幸人生两难的时，上主为代表开道路，当菲律宾的城邦将领带部队伫阿弗集结，准备甲以色列军队作战的时，看到大必和伊的部队对伫阿吉王后面，担心大必会中途造反，就向阿吉王提出异议。尽管阿吉王甲因讲，大必是通信任的人，遐个领袖犹原拒绝大必加入这场甲以色列人的战争。大必踮阵营内面临两难，为取得阿吉王的信任，需要表现出非参战不可的款式。可是伊若真正参战，就要甲以色列军队正面交锋。倒落时，菲律宾的城邦将领显然对大必做伙上阵甲以色列交战无信心，因为安尼坚定拒绝大必参战。当阿吉王劝退大必的时，大必表面上虽然毋情愿，还是带部队转去洗劫啊。实际上，大必也因为被遣送，通免除甲以色列同胞对战。这一切必定有上主得掌权。未想，你敢捌经历过人生两难的困局，后来安怎突破这僵局呢？你敢捌经历过人生两难的困局，后来安怎突破这僵局呢？咱来祈祷，无所不知的上主。有时阵我掠家己做对，选择错误的道路。感谢你一直不离不弃，引带我重返正路。求你继续引带我行伫你爱我行的道路，坚定跟对你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